各位觀眾，香港國際機場發生罕見嚴重意外，一架波音747貨機突然衝出跑道墜海，2名地勤人員不幸殉職。究竟27年嚟香港機場最嚴重事故背後隱藏住啲乜嘢驚人真相？今次同大家深入解構呢一單震驚全球嘅航空事故。驚心動魄嘅凌晨時分，2025年10月20日凌晨3點50分，香港國際機場北跑道發生咗一單震驚全球嘅航空事故。一架執行亞聯酋航空 EK9788 航班嘅波音747-400F 貨機由杜拜飛抵香港之後，喺降落過程中突然失控衝出跑道，部分機身墜入海中。呢架機齡達32年嘅貨機由土耳其貨運航空公司 ACT Airline 以濕租方式代表亞聯酋航空營運。所謂濕租，即係話亞聯酋航空連同飛機、機組人員同埋燃料一齊租用，而營運方負責機組、維修同保險。事發當晚天氣狀況良好，跑道條件適合飛機正常運作。根據航空追蹤網站 FlightAware 嘅 ADSB 數據顯示，呢架貨機喺整個進場過程都保持穩定，符合標準嘅降落程序。飛機以134節嘅速度觸地，位置大約喺跑道1000尺標記處，完全符合正常降落標準。然而，就喺滑行咗大約5000尺之後，當飛機速度減至90節時，意想不到嘅事發生咗，貨機突然向左急轉，偏離跑道衝向海面。呢個過程發生得極之突然，飛機喺衝出跑道嘅過程中撞上咗一架正喺跑道範圍外海岸線巡邏嘅機場保安公司車輛。巡邏車上有2名職員，一名30歲姓陳嘅男乘客同一名41歲姓何嘅男司機。佢哋分別喺機場服務咗12年同7年，當晚只係執行例行嘅巡邏任務，點知會遇上呢一場飛來橫禍。救援人員喺清晨5時27分同5時55分先後將2人救出，但係陳姓職員當場證實死亡，何姓司機被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搶救之後，都喺朝早6時26分宣告不治。至於貨機上嘅4名機組人員，佢哋全部都成功逃生，冇受傷。機組人員及時啟動緊急逃生程序，部署充氣滑梯，順利撤離飛機。但係呢一架波音747就冇咁好彩，機尾部分完全斷裂，機身多處嚴重損毀，飛機已經完全報廢。呢單意外係香港國際機場自1998年啟用以嚟27年間最嚴重嘅一次航空事故。海豚跳降落，專家嘅驚人推測。美國機師兼航空評論員 Captain Steve 喺事故發生之後，迅速對呢一單意外進行咗深入分析。佢提出咗一個令人意想不到嘅理論，呢架貨機極有可能遭遇咗一種叫做 porpoise landing， 即係海豚跳降落嘅危險情況。Captain Steve 仲話佢願意用自己 producer 嘅下個月人工嚟打賭，話呢個就係意外嘅真正原因。咁究竟乜嘢喺海豚跳降落呢？正常嚟講，飛機降落嘅時候應該係主起落架，即係機翼下面嘅輪先接觸地面，然後機師先慢慢將機頭放低，等前起落架都觸地。但如果飛機降落嘅時候太平，令到所有起落架同時間着地，就會產生強烈嘅反彈力，飛機會好似海豚跳出水面咁樣彈翻起半空。如果機師處理不當，飛機就會再次落地，而且可能會機頭先着地。呢個時候前起落架撞擊跑道嘅力量會令個機頭彈起，主起落架再次撞擊跑道，形成越嚟越劇烈嘅彈跳循環。Captain Steve 以自己嘅親身經歷為例，佢話自己喺海軍飛行 P3 反潛機嘅時候就試過一次海豚跳降落，話嗰次係佢職業生涯中最差嘅降落。當時佢係執行功能檢查飛行，維修部門要求佢做一個比正常更硬嘅降落嚟測試維修過嘅起落架，結果飛機就進入咗海豚跳狀態，好彩最後成功控制住。Captain Steve 喺分析中指出，呢一架747貨機極有可能都遭遇咗同樣嘅情況。飛機喺降落時可能角度過於平坦，所有起落架同時觸地，引發咗第一次彈跳。之後飛機不斷喺跑道上彈跳，每次撞擊都比上次更加猛烈。
根據 ADS-B 數據，飛機喺滑行咗4000尺之後，速度只係由134節減至90節，呢個減速速度明顯慢過正常情況。正常嚟講，滑行咗咁長距離，飛機速度應該已經減到60節或者更低。呢個異常現象好可能就係因為飛機一直喺彈跳當中，減速設備無法有效運作。Captain Steve 估計喺滑行到大約5000尺嘅位置時，其中一次特別劇烈嘅彈跳，令到機頭起落架嚴重受損，甚至折斷。機頭撞落跑道，造成咗我哋見到嘅前機身嚴重損毀，而隨後嘅另一次猛烈撞擊就將成個機尾部分震裂。當機尾斷開之後，失去咗尾部配重嘅飛機就向左急轉衝出跑道。呢個急轉令到飛機以仍然高達90節嘅速度衝向海面，同時將巡邏車撞落海。4大疑點調查方向全面睇。香港工程師學會航空分部副主席工程師詹永年指出，民航意外調查機構已經將今次事件分類為意外級別，會進行獨立全方位調查。佢認為調查方向將會聚焦喺4大範疇，而每一個範疇都可能隱藏住意外嘅關鍵線索。第一個疑點就係飛機嘅黑盒數據。由於部分飛機殘骸仍然浸喺水入面，搜證工作有一定難度。調查人員嘅首要任務就係盡快揾翻呢2個黑盒。透過黑盒數據，調查人員可以完整重現飛機降落嘅每一個細節，包括有冇出現海豚跳嘅跡象。第二個疑點係飛機嘅轉向系統。根據機場管理局機場運行執行總監姚兆聰嘅講法，飛機喺跑道上着陸後突然向左偏離，呢一個並非正常路徑。正常情況下，飛機嘅轉向系統應該保持飛機喺跑道中線滑行。如果轉向系統出現故障或者機師誤操作，都有可能導致飛機偏離跑道。調查人員需要檢查飛機嘅方向舵、前起落架轉向系統，睇下有冇機械故障嘅跡象。第三個疑點係引擎反推力系統。飛機降落後，機師會啟動引擎反推力裝置嚟幫助減速。如果2個引擎嘅反推力唔平衡，理論上都可能導致飛機偏離航道。不過 Captain Steve 認為，單靠反推力唔平衡唔足以造成咁嚴重嘅偏離。況且反推力唔平衡，亦都解釋唔到點解機尾會斷裂。第4個疑點係跑道上有冇異物。雖然事發當時天氣良好，跑道條件適合運作，但係調查人員都會仔細檢查跑道表面，睇下有冇碎片、雀鳥屍體或者其他異物。如果飛機喺滑行途中撞到異物，都有可能引發意外。不過從目前掌握嘅資料嚟睇，呢個可能性比較低。香港民航處同機場管理局都強調會全力配合調查，確保揾出意外嘅真正原因。調查過程可能需要數個月甚至1年以上嘅時間，因為需要詳細分析飛機殘骸、訪問4名機組人員、翻查塔台通話記錄、研究天氣數據等等。只有將所有證據拼埋一齊，先可以還原意外嘅完整真相。結語：香港國際機場747貨機墜海事故係一場令人深感悲痛嘅悲劇。2名盡忠職守嘅地勤人員喺執行例行任務時不幸殉職，佢哋嘅犧牲提醒咗我哋航空安全嘅重要性。雖然事故嘅確切原因仍然有待調查，但從 Captain Steve 嘅專業分析到香港航空專家嘅深入解讀，都為我哋提供咗寶貴嘅思考角度。無論最終調查結果係咪海豚跳降落，呢單意外都會成為全球航空業嘅重要案例。佢會推動業界檢討現行嘅安全標準，改進飛機設計，加強機組培訓，完善地勤保護措施。正如航空安全專家常講，我哋永遠唔應該浪費一場危機。每一宗意外都應該轉化為推動進步嘅動力。願逝者安息，願生者警醒，俾我哋一齊為更安全嘅天空而努力。多謝收睇，下次見。